导体加投资美国2500亿，惊产业去互美国搬走。团讲台积电要伫台湾搁起4间封装厂。中天新闻记者涉嫌做中国间谍，背受军情偷摕军事机密，裁定羁押。这案外国媒体嘛在关注。台中文讯露出车号、加速证件标志无清楚，寸草不合规定，法院判持股要赔165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8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戴燕。新闻头起先来看台美关税谈判，咱台湾半导体和科技公司会加投资美国2500亿美金，台积电今日变做美积电咧。咱经济部是估算到2036年，台积电伫咧台湾的产能也有8成，免惊晶片产业去互美国搬走。若今日传讲，台积电要伫南科和嘉义搁起4间封装厂。台美关税确定，同时确定台湾半导体加科技企业会阁新增加对美国投资2500亿美金，合台票7.9兆。进前几家传出台积电搁再到美国，搁再起5座晶圆厂，烦恼烦恼的甲台积电拢乌甲空空。最近一年是传出台积电2026年会伫南科甲嘉义搁再投资4座先进封装厂。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in leading-edge and advanced packaging facilities in Taiwa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董事长韦铁嘉也伫发说会强调，因为产能真严，会斗阵来加大台湾甲美国厂的投资。台积电正伫台湾总共启用5个先进封装厂，伫进行的也有军创南科厂房改建封装厂，甲嘉义园区1期的2座。将来有希望搁再加入嘉义园区2期先进封装厂2座，甲南科3期2座。因为目前先进封装厂的产能，就是尤其是 CoWoS 的产能，是完全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积电还将部分的产能，然后外包给细品去进行封装。台积电讲，建厂资讯以公开资讯为主，经济部也发文强调，根据布局规划，到2036年时，台积电伫台湾的产能占的比率有80%，美国呢占大约20%，宣布台积电的变做美积电的记录。行政院强调，台湾是头一个争取到232条款半导体加衍生品关税上优惠台湾国家，那韩国媒体真关心，专家也分析，南韩的感觉真大压力。但是其实真正的着眼点是应该讲说，无论是南韩或者是台湾，为了争取比较好的税率，我们要付出怎么样的一个代价？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可能第20对关税政策合法性来做裁决。毕竟是讲，一旦现行关税被推翻，会随来启动10%的临时关税，并且继续来研究是不是更加有法律恢复的国家远的路用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政府会用信用保证的方式，提供去美国投资的企业2500亿美金的额度。根据了解，可能会用国发会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来运作，才袂去影响到国内中小企业的权益。台美关税谈判内容经伫总算定案，政府未来会提供去美国投资的企业2500亿美金，相当大约代表8条的信用保证额度。也毋过，台湾为倒未来传出被动用中小企业信用保证体系，建议为国发会主导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承担。也毋过，是要扩大即卖机制，也是另外设新制。行政院目前还未定案。你干脆就另外第一个法，都是搞成专法。或者是对海外投资循新设机制，也许会更为便利，也更能够精准对焦对美投资的这些需求。根据了解，国家融资保证机制是伫109年成立，融资保证总额度是900多亿，目前已经动资大约500多亿。申请的产业多数是联华风电业者，加上下游的供应链。为着要牵动原有的权利义务甲专款配置，造成制度的复杂化，有可能会另外成立专责针对美投资的信用保证架构。到时阵可能由政府预算、国发基金加公共银行来共同出钱。如果大规模的投资失利的话，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台湾的金融体系就会受到动摇？那这些风险的管控，也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好好去做处理啦。如果失利的话，这个亏损当然都是公共银行嘛，或者是这个2500亿政府出资中间这个来赔吧，赔钱还是小事，而这个产业本身的生存才是真正的关键。
学者关注除了企业去美国投资面对投资风险，万一最后去美国投资企业意愿不悬，颠倒会互美国积极咱国谈判生意。政府除了找新保额度财源，甚至配套也爱同齐考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文心都市段。2023年有奥多摆落雨天的时，伫长远的所在长期弄电火跳，人不行过往。加上这期市府的标志无清楚，讨个赔。即马勘验发现，这标志的寸尺正是无合规定，判市府的交通局爱赔165万。市顶街道汽机车全部拢冲出来，不过到台中市文心路二段这西湾的所在，大部分骑车的人拢会减速骑较慢的。交通局伫西湾的所在设立4面辅力标志，黑色指向是箭头，配黄色的底色，想要有先来更是有西湾的所在，不过是毋是法度有作用，民众是无同的看法。第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标志大小是其次的问题，因为我看不懂那个在干嘛，然后甚至是因为我平常也会在这条路上骑机车。那我可能连这个标志都不会注意到。我会注意到它，因为这边就是弯，其实正常来说本来就要减速了啦。其实因为它也是有亮亮的，所以还是看得到啦。2023年10月26岁死亡骑车的人骑到这路段，敢若因为落雨落骨，失去控制，冲出车道，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死亡。司法家属认为这个所在是可以造成事故西湾的路段，市府设立标志无明确，甚至予树叶啊砸掉咧，所以提出国家赔偿434万外。台中第一勘验发现，辅力标志依照规定应该设置长90公分、宽75公分大型的寸尺，不过实际上长宽只有74到60公分，受公共设施管理所限。最近判决交通局爱赔偿165万外，障碍意外会使上诉。该处为弯道，交通局已设置相关标志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交通局将在研究目前相关客观事证，研议后续处理方式。台中市府讲已经加强伫文心路二段西湾的这所在设置标志标线，提醒用路人注意。由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庭司，会搁再研究即阵相关客观的事情，研议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车头拜六暗有一对翁仔某伫咧月台边冤家 ，QQ 落歹仔落落去铁基路，翁仔某2个人全拢跳落去要捡，加在迄当阵无火车入站，那无就危险啊！有人吵架，有人跳下去了，什么意思？月台有民众伫冤家煞来跳落月台，行伫铁基路，客厅拢互其他旅客翕落来放伫网络。代志发生伫台铁台中站17暗时9点45分左右，跳入月台所在是第一月台第3车坐车所在附近，加在当时无列车入站，因为其他民众感觉讲这款的行为真危险，是真不可取。到轨道下面会不太知道说车子什么时候来，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乘客的安全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很危险。应该请求他们站务人员吧，请他们去捡。或者是处理什么的啊，不可能自己下去吧？台铁站务员随到现场来阻止，并且通报予铁路警察。经过调查，是姓严的查甫人啉烧酒醉，甲伊的家后姓陈的查甫人冤家。小有时牌啊加手机啊无设立落入去铁基路，结果2个人拢跳落去捡，已经明显违法。因延揽酒醉罹难，为预防其生命身体之危险，予以实施管束，另全案。2人分别依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0条第1项规定，函请交通部裁处。警方到现场，将2个人救起来。姓严的查甫人因为已经水到根本唔知人，警察为了避免危险，实施管束。这条阿某违反铁路法第57条甲70条，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路线这规定，要续发公文，请交通部裁处，会面临1万到5万块罚款。警方呼吁若有物件落入去铁基路，应加代替人员，也是警方讲，请因到现场来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想要得到假领单，欧洲真侪国家拢反对。不过 Trump 当然是无遮好剃头，虽宣布半年来要对欧洲8个国家加扣25%的关税，一直到伊顺利甲假领单买落来。美国总统川普透过家己的经济社群宣布，2月7日起，会对来自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荷兰、芬兰甲英国等8国支持格陵兰国家的商品加扣10%的进口关税，佮会伫6月7日起提悬到25%，一直到美国甲格陵兰岛达成购买协议为止。
但被甲格陵兰领袖长民众拢坚持反对卖格陵兰。17日，格陵兰首都诺克甲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等所在举行大规模示威抗争，支持人民主权，大声喊唔通吸格陵兰。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Americans. 川普几日表表示，格陵兰的战略位置甲丰富的矿产资源对美国安全真重要。在中国甲罗西亚的威胁之下，美国无排除动用武力也爱处理，无接受实际有格陵兰以外任何选项。即摆红点名的欧洲八国，定日应丹麦请求，派遣军事人员去格陵兰进行演习甲评估，等到互川普批评是危险的游戏，实施关税措施，也引起这八国甲欧盟领袖同齐倒弹。英国首相斯卡尔讲，对盟友扣关税来维护北约盟国的集体安全是完全错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讲，关税威胁是袂当接受的。欧洲国家会团结回应，确保欧洲主权得到维护。德国智库分析，川普对个别国家实施关税威胁，是为着要施加上大的压力，分裂原本伫格陵兰危机中立场同款的欧洲各国。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个别关税打击拢会互看作是对欧盟单一市场的攻击，佫会伫18下昼召开大赛级紧急会议讨论报复清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川普关税威胁真坏真白，欧盟为着要对抗，就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签自由贸易协定，因要建立一个人口7亿、占全球2成 GDP 新的自由贸易区。We are creating the largest free trade zone in the world. We choose fair trade over tariffs. 欧盟甲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经过25年的自由贸易谈判，17伫巴拉圭正式签署。未来欧盟会对于南美洲牛肉、禽肉糖、甲乙醇等农产品开放更较侪进口配额。南美洲27国是会降低对欧洲汽车、机械、化工产品甲金融服务的贸易障碍。也毋过，欧盟甲南美洲的自贸协定伫欧洲内部争议真大。虽然内容加入环境条文，也毋过有网方批评监督力度不足。环团更加烦恼组长亚马逊河南的草树啊，农民更加烦恼连价格无符合人道标准的南美洲产品，冲击本地农业，连日抗议。Der Preisdruck ist jetzt schon auf den Betrieben sehr, sehr hoch. Jedes Jahr müssen in Deutschland ungefähr 2600. 也毋过对欧盟来讲，这是对抗美国日渐强硬的关税威胁，必要的战略选择，以重建更较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这对欧洲的工业甲服务业也有帮助，保证协议有待欧洲议会甲南美各国国会表决通过。全球伫川普关税压力之下，贸易渐渐走向多极化。伫这前一日，加拿大总理卡尼伫中国也达成重大关税协议，温存49000台中国电动车进口税为100%减到6.1%，来换加拿大的龙虾、毛蟹、荷人豆甲瓜菜籽等农产品进口税率也减到15%。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中天新闻的记者兼主播林新球涉嫌做背骨啦，做中人买收军人甲军事机密交予中国，即马拢总有6个人依照国安法和贪污等罪羁押禁见。定伫社群平台分享工作日常，中天的记者兼主播林新游顶日稍后检调约谈，防指控涉犯国安法等案件，经过桥头地检署核实了后，17已经予羁押禁见。他都有配合我们的新收程序啊，那也正常带到他的那个涉网区去啊，一切看起来目前都正常。警方怀疑林新友涉嫌提供现役军人数千至数万块，但外对方将军事资料交付予中国人士。专案也有5名现退役军人涉犯国安法、甲贪污罪嫌，方成押禁见核准。本案是国安局依国安联防机制，统合国防部与调查局共同调查。循线查获相关人员涉国安法事证，采即收即办原则，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国防部回应专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件无被评论。刘委会也表示，对专案暂时无评论林新友所属的中天电视，是以文字说明对案情拢唔知影，无法度回应。风声中天去互敲碎，并不是事实。希望马德事情不是让司法部进一步的这个破点，好，我们希望勿往勿重，尤其不要出现白色恐怖。是不是有些人呢在当所谓的中间人，又或者说呢，他是借由这一个跟中国的接触、跟台湾地方的接触呢，去提供利益，这个呢就必须交由司法来判定。
军人黄志狂轮作强谍，已经互查出来样态有价5000支翕导航行政影片，且航强承诺书。答应暂时无抵抗，甚至也有交付军事机密文件，过去也捌查获几啊件，拢是涉嫌在台商前东港等人，甚至利用乌帮地下集装，将没有团体作为吸收军人的一个管道，对方透过民间人士来吸收，诱惑现体育官兵，也互相关单位侦办，增加难度。所谓的白手套的一个方式来去跟这个一些机敏人士进行接触，这一些都是希望他们会希望去做到一些断点的一个效果，让我们这一边在反情报跟侦查上面的话，或许会有增加一些麻烦。犯罪中共渗透国内，一再受罚其中，提管现役军人，行着罪刑责，相当判10年。那些民众鼓吹战争，也是公开散布危害国安等错假信息，相当也面临100万罚金，已经伫立法院审查。也毋过中共渗透方式百种，或者建议伫反情报甲情防能力上，台湾有强化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中国民警武器无时停，台海情势唔敢放力。美国军舰前2天驶经过台湾海峡，论证讲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以来，美国军舰这是第4届经过台湾海峡啊。不过这届是较特别，中国并无公开批评。美军第7舰队社运平台看到不克级飞弹驱逐舰芬恩号伫日本欢喜号港正在希雷的画面，并且讲芬恩号正伫前沿部署的状态。也来中共东部政区公开芬恩号甲海洋测量船西尼斯号16出7通过台湾海峡，讲全程跟随监视。这是去年宣誓会了后，美国军舰头一摆经过台海，也是川普第2任期内底第4摆。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各国均享有自由航行权利。国防部不会主动公布友盟国家基建动态。当时纽约时报依据海上船只定位资料分析报道指出，中国近期2摆伫东海海峡大规模来做一上轻架渔船，范围有200海里，造成部分海轮必须避开蛇队包围过。专家研判相关行动是演练海上民兵快速来集合来控制海峡。主要任务就是在战时的时候协助海上的这个侦查，乃至于这种船团的方式进行封堵。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就是防止中共用这种非正规的手段来遂行他两栖登陆的资源。中共继续武力恐吓，不过赖总统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进前伫国民党甲民众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第8摆暂缓立案。不过伫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访问美国了后，讲要家己提出版本，国民党有压力也会规划来提案。中国国民党党团都不排斥任何的选项，我相信我们中华民国没有人会愿意不要加强自己的国防。两国政府的磋商以及国内军事需求的机密，这是属于行政权跟国家安全的机敏资料，你这些都没有参与，你怎么去拟定特别条例呢？对着这样动作，民进党立委批评是头壳大新，呼吁和国防条例进入委员会讨论，这是优先的事项。也立法院国防委员会19会以机密会议的形式，邀请国防部长顾立荣来说明军事购买详细项目，是不是希望解决这个极其客调的局面，真需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如果年这诈骗的包裹嘛，逐来逐济，有民众就收到信息通知，去便利店领一卡1800块的包裹。到在这店员才前讲厂商的名怪怪，可能是诈骗，甲查落来，这个民众才无好骗去。如果真的有异常，就不要拿。近日有民众到超商领包裹，明称店员发现包裹有各样，当下遂提醒民众，确定敢是家己所买的包裹，免得受骗。最近诈骗包裹愈来愈多，有网友发文指出，顶日收到取回通知，原先要到超商领包裹，好佳在互店员阻止，若无1888块就安尼飞走。实际问其他领包裹的民众，也真正有袂少人受骗。电脑店领货，然后后面发现他根本没有买那个东西，然后就好像也是被骗了几千块，然后我妈就超生气，我就付钱了，然后结果那里面不是我订的。诈骗包裹强讲，唔拿爱提高警觉，也有网友整理出诈骗包裹厂商的黑名单，也有超商店员传授辨识诈骗包裹的方法。奇奇怪怪的名字，那个就真的要注意了。而且又看到客人一脸茫然，我们就会稍微温馨的提醒一下说：“你最近有网购吗？如果真的没有印象，你就干脆不要领，把它退回去。”
一旦拄到诈骗包裹，超商业者也提供申诉平台，像 7-11 安心处申诉平台、专家放心处、经济包裹退回申请平台，加莱尔富也有诈骗案件申诉平台，经过申请确认了后，就会退钱给消费者。像已经演进到包含像物流、报关行，然后甚至是快递，都是一条龙的诈骗。一旦被这个抓到，比如说有这个有报关行。相关可能被这个检警调抓到之后，他关起来，他就换另外一间报关行。专家建议领包裹民众先确认到底敢有买商品，其次是取回开箱的时，上好是录影翕相。万一拄到卖家名称是一连串的大户，就要注意可能是假的包裹，上好卖领，避免受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年时啊，真侪人会办会。台北市宣布要打造无混城市，头一个示范区都是迪化街、年货大街。市郊大路边甲电话卡拢袂使食薰。日头出来，礼拜二过到了后，未少人到迪化街上款踅街。虽过了春节就要到，迪化年货大街也一定会有大量的人流。北市府的规划伫去年推动无粉年货大街的基础上，佮扩大禁粉范围，佮会加做市长周万安无粉城市政策的头一个示范区。对这里的空气、对这里的环境是都很有加分。毕竟还是有些人不喜欢闻二手烟，就像我也是。大家都会有遵守啦，大部分啊90%几啊。多数民众拢认同，点头也认为成效袂歹，不过也有点晚。驻校表示，因为无明确公告会当不分区，造成食粉的人转去行啊，衍生乱弹分散问题，增加管理难度。根据了解，禁分区增加明乐街、西宁北路、南京西路、甲民生西路范围，不分区原本锁定永乐市场外，也是大丢条码头，不过拢受到反对，所以还未定案。在公园社里长也不同意了，天道上说要说在大瓦什么的，我也不同意。为什么？没有作用，联货大街那个距离拉太长，至少要有一个专区嘛。有些抽烟，你也要让他有点尊严吧，不然像过街老鼠一样，我觉得很不好。食粉的人表示，希望伫无影响他人的情况，家己的权益甲需求也爱互尊重。北市卫生局强调，会继续甲在地协调。吸烟区的一个设置，一定要跟地方来做沟通。吸烟区的一个设置要离民宅有一定的距离。有没有空地？有没有办法设室内？它应该是要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学日本，不要只学一半。那立机关拢指出，年货大街是开放空间，而且自相混合。若要学日本设置不分区分流，爱研究好相关的配套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家己研发的 Formosa 卫星8号去年成功发射，家己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也办展览，透过 VR 甲 AR 设备体验，希望大家了解卫星观测地球意义，安怎守护国安，提升防灾。学生囡仔挂 VR 的目镜，用卫星护卫2号甲护卫5号的影像资料做教材，互囡仔会当伫模拟动画甲真实的地球影像当中，用浸水池的体验来认捌卫星的功能甲科技。带囡仔来家佚佗吼，就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然后学一寡甲天文啊、科技啊有相关的一寡知识，非常的有趣哈，而且小朋友透过游戏来家佚佗啊，生啊真趣味。除了卫星科技的体验，展览嘛是介卫星运用的相关科学技术。家己太空教育馆甲国家太空中心，伫护卫卫星8号成功发射升空了后，做伙举办卫星主题展览甲弄馆活动，希望借这个机会传播相关知识，嘛分享台湾卫星科技的发展。我们除了知道台湾太空目前的最新的状况之外呢，我们也把最新的科技跟太空的连结，让孩子们知道，希望孩子可以从这个特展里面呢学到更多，然后更多的想象，然后可以参与到未来太空的研发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铁粉，为什么？因为那个吸起来像刺猬。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护卫8号发射成功对台湾有重大意义，唔但上顶太空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嘛会当透过真清楚的影像守护国土安全，甲提升防灾救灾的能力。希望透过展览甲活动的举办，互民众来理解卫星安怎为太空来观测地球、守护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7度到21度，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
南部地区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4度到2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我是陈燕，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